新竹县竹东镇最近下晡一间餐厅头前的停车场落是汹汹落落，一只轿车甲边仔的树仔拢落去3公尺深，加在是无人伤亡。港务处认为是更让结果害去，是因为上过侪年啊才会放落，而且竹东镇长阁指出，这搭是国有地去互建商占去做停车场，会来追究责任。日期下晡2点外。新竹县竹东镇中村路3段，一间餐厅头前的埕有停几架车，不过了后车路煞汹汹放去，有一台白色的轿车，连原底顶悬的树仔嘛做伙落落这个有3公尺深的溪坡，这个画面全部拢去有监视器翕落来。到底是谁的责任？规只车并落落这个坑，加在迄当阵车底无人，附近的住户讲到代志发生的过程，因讲有听到一声真大声，嘛讲这个车路进前都有必顺，不过并无处理。进前警卫有跟我们讲说，那边不要放车子，都有个裂痕呐。我前几天还过来看，就说这个地方是很危险，因为它已经有下陷了，那底下又是一个河床，那个整体如果下陷下来是很严重，结果没有想到今天刚刚就开始，整个就垮下去。警消接到通报了后，赶紧在现场救防疏散，真无简单才把这架轿车吊起来。不过后壁的挡风玻璃规个拢碎严严，车身嘛受损长。竹东镇长郭元忠表示，这个地是国有财产署的土地，过去去互建商违法占用，加做停车场，所来会追究责任。建商如何建造，这确实我们要追溯之前的责任。有私人来私自把这一块三角地的部分做一个钢结构的架设来使用这一块空地，那当然就因为年久失修的一个部分，所以钢构的一个损坏，所以才导致这样子一个崩落的情形。针对车路放弃的原因，港务处讲，因为内底的条啊真旧啊，年久月深嘛无修理，怎安尼放落？郭元忠表示，后续会互国有财产署做土地管理。若这个所在是沙坑溪，会以排水为优先。记者综合报道。